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蔡力霍。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7月17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五，我哋繼續嚟到星期五啦，我哋繼續同大家揭露最新嘅香港時事噶。好啦，呢節啦要同大家繼續揭露係香港嘅郵政噶。香港嘅郵政年年係陷入虧蝕噶。好啦，浪費大量嘅公帑。好啦，咁點解香港郵政連續咁多年都虧損呢？好啦，主要有幾個重大嘅原因。好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正就係因為當今科技先進，電子通訊嘅普及令到傳統嘅信件嘅需求好明顯係大幅度下降。好啦，而且運貨又唔一定要揾郵政署，因為可以係用其他嘅物流公司去代替。因此傳統嘅郵政而家就徹底失去係競爭嘅力量啦。好啦，咁仲有就係作為係自負盈虧嘅營運基金。好啦，面對住呢個市場調整人力資源嘅成本上升。好啦，就係相當之被動，因為裏邊嘅體制就係公務員嘅薪金同埋福利體制嚟噶。因此完全冇辦法面向係個公眾有當今嘅商業市場。因此做咗8年都喺度蝕本，要香港政府注資。好啦，成日話啲公帑要用得其所。香港郵政就喺度浪費緊公帑噶。好啦，今節都係我都同意何君堯啦。今次何君堯繼續仍然係一個相當之複雜嘅人物。而且嚟緊就好快就721啦。已經嚟到7月17。721再追究佢何君堯嘅責任，暫時今日未到暫時冇辦法啦。而家冇得講啦，因為香港我唔係叫你放過佢或者係要原諒佢。而家你總冇理由係制止一個經常同緊香港政府作對嘅立法會議員喺度出聲噶。而且要制止都制止唔到，不如就係繼續放佢同香港政府喺度作對。好啦，今次就係立法會嘅財委會就話要注資係46億俾香港郵政噶。至於香港郵政點解係年年蝕錢，係賺唔到錢仲要繼續苟延殘喘呢？就我哋剛才所講啦，裏邊嘅體制基本上就係公務員嘅福利同埋薪金嘅體制，但係生意又冇，仲要夾硬喺度開，繼續用公帑噶。咁結果就引嚟個建制派嘅何君堯議員猛烈抨擊。好啦，真係監察住政府。好，我哋繼續翻嚟。坦白講，何君堯而家居然變咗監察政府。其實早2-3年已經發現噶啦。咁當然係咪能夠監察到？當然都仍然有待商榷。但係既然出嚟猛烈係抨擊政府，咁冇理由唔附和一下。好啦，事實上個香港政府如果徹底少少嘅反對聲音都冇，佢直情真係叫做為所欲為。錢幫你亂咁使，但係對住香港市民嘅福利就同你講要 cut 嗰啲係公帑嚟噶。咁所以你睇到啦，基本上其實都係官官相衛。好啦，何君堯就出嚟猛烈批評噶，就話你香港郵政嘅營運方式形式上邊就模仿商業運作，但係喺個骨子裏邊就維持住係官僚嘅心態。好啦，咁更加就話噶，既然你浪費咗咁多公帑，不如就話將香港郵政就係改成變成咗係派送咗物流服務外判噶。好啦，並且係將嗰啲叫做公務員身份嘅員工全部將佢變晒做的士車隊嘅司機噶。相當之創新。佢嘅意思好簡單，就話而家你香港郵政不是生產。好啦，又唔做物流公司，又唔去競爭，淨係個個坐喺度就係做緊公務員。咁當然啦，其實何君堯自己都攞緊公帑噶，都唔好話我覺得佢講親咩都啱。例如佢上次就話咩棒下出孝子諸如此類。咁佢基本上有時真係噏得就噏。今次又如何呢？今次就話郵政署嘅職員就唔該你拎佢再培訓噶，就做郵政嘅的士車隊。我唔知道佢講緊係物流車隊定係真係的士車隊啦。總之就係叫郵政署嘅公務員要轉型啦，走去揸的士。郵政署職員想唔痛哭都唔得啦。
好啦，咁根據咧數據顯示，上一年順豐咧個盈利咧就係過百億，香港郵政咧就係蝕咧8億。好啦，你啲生意俾人搶晒，咁所以啦就冇人去寄信。咁題外話，香港郵政署咧基本上個設計就係同咧係英國嘅 Royal Mail 都係等於政府嘅郵政署係一樣啦。咁就算係嚟到今天，同樣地受到極大嘅挑戰㗎。因為嗰個叫做 Royal Mail 基本上咧就係相當之咧係脫節，尤其是而家咧嚟到電子嘅年代，再加上咧有其他嘅物流公司嘅競爭。當今咧再走去咧係寄信、寄包裹咁其實已經佢嗰個叫做商業嘅定位變得咧就係相當之咧係越嚟越少，個市場定位越嚟越困難。香港郵政又點呢？香港郵政咧就係從1995年開始就係政府咧係批出咧營運嘅資金。好，我哋繼續翻嚟。好啦，喺2021年嗰陣時，郵政署咧就係獲批咧46億咧嘅營運基金噶，而當中咧41億就係日常咧嘅營運。好啦，過咗5年之後啦，就需要咧係向立法會咧申請46億，即係話咧沒完沒了啊。而何君堯咧亦都話啦，而家咧嘅基金營運模式係徹底咧係失效，表面上邊就扮做生意，實際上裏邊全部咧都係公務員啊。因此啦，佢就搬咗係順豐出嚟去比較就話前者即係順豐就有15.87萬嘅員工，個盈利咧就110億噶，而後者咧即係香港郵政署就有咧係6400個咧係員工，就蝕足咧係8億幾噶。好啦，咁所以好簡單，就話咧，既然係咁，香港政府咧就應該將香港郵政90% 咧嘅派送服務全部咧外判咧係俾咧物流公司，減輕呢個政府咧嘅財政負擔噶。咁所以啦，亦都倡議就話要咧內部咧調遷將郵政署內部80%嘅公務員嘅員工就係拎去咧解決係的士業界嘅困難。的士業界有太多咧高齡司機只要將個職員再培訓就可以將佢變成咧係郵政的士車隊司機啦。呢個都真係幾創新嘅諗法嚟噶。不過我都幾肯定公務員嘅心態仲有政府嘅心態一定係唔會咁做因為啲公帑佢喺佢手上，佢中意點使就點使。不過話分兩頭今天咧嗰個叫做建制就唔係徹底係聽晒香港政府話噶。尤其是而家北京吹嘅風已經唔係咧喺香港，尤其講兩個字講兩句咧叫做國安就可以咧輕輕帶過噶啦。因此啦，其實當今嘅香港政府面對住嗰班叫做建制派議員已經冇晒辦法。佢哋已經唔能夠再好似當日對付謝偉俊咁就話令佢諗起係黑暴就輕輕帶過。所以啦，其實而家呢個局勢咧都幾好睇噶因為香港政府基本上咧就唔能夠咁容易咧為所欲為。好啦，咁唔知道各位對於香港郵政有咩意見啦？到底覺得佢係咪應該係繼續存在呢？定係已經完成歷史任務，應該咧係放翻入博物館呢？我哋今節同大家係討論到嚟呢一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撳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啦，亦都請繼續打開本台嘅節目清單，記得繼續欣賞播放。我哋今節時間同大家係揭露到嚟呢一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鎊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藉住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
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